美国的总统川普甲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暝讲电话讲1点钟，两个人讨论乌克兰甲俄罗斯的战争，讨论美国甲中国的贸易协议。中国的官方媒体第一时间的报道，讲两个人有讲到台湾，讲习近平有表明中国对台湾的立场。不过，川普抛文拢无讲到台湾。有专家来分析，讲川普较想要讲的，可能是乌克兰甲俄罗斯的议题。那习近平是想要利用这个机会讲台湾。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报讲，美国总统川普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伫昨暝有通电话，依照中国方面的讲法，两人有讲到乌克兰、俄罗斯甲台湾的议题。习近平阐明了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原则立场，强调台湾回归中国是战后国际秩序重要组成部分，美方理解台湾问题对于中国的重要性。中国讲法公布了，北京嘛证实讲，川普甲习近平通差不多1点钟的电话，川普本人嘛伫社群网站破文表示讲，两人讲真侪话题，包括乌克兰、俄罗斯、芬太尼甲农产品。另外嘛表示讲，已经接受习近平邀请伊伫2026年4月去访问北京，伊嘛邀请习近平访问美国。川普破的文章内底完全无讲到台湾。美国地科学者葛莱伊分析讲，川普可能是想要讨论乌克兰甲俄罗斯中战相关的进展，希望习近平会当协助。想要借这个机会讲到台湾的是习近平。And I think it's interesting to know that this call is likely initiated by Xi Jinping on the Chinese side, not the U.S. side. 战后基国际研究中心的专家林碧莹表示讲，10月底川习会以后，美国挺台动作是有够多，这包括卖咱军事武器以及国会通过法案，要求解除美台交往的限制，加上日本首相过去早苗的台湾有事的讲法，这拢是促成习近平主动打电话给川普的原因。中华民国台湾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主权独立的国家，2300万的国人没有回归的这个选项。针对川普甲习近平通电话，行政院长杜英台强调讲，台湾伫区域安全甲科技经济发展，对全世界拢非常的重要。中国无法度用任何形式破坏这个现状。Hello， 我是易景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